为响应国际妇女节，中西区图书馆伫明仔载3月8日当天办理女性借册着送玫瑰花的活动，除了是要向女性朋友表达因对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家庭教育等各方面的贡献以外，也希望因伫咧无闲的生活当中，嘛会当拨一点仔时间享受活态趣味。3月7日是咱国际妇女节，互咱淡市中西区图书馆为了要配合咱这性别平权这有意义这节日啦特别伫咱图书馆安排一个越来越美丽的主题书展针对咱女性朋友较关注的课题来把这个册捡做位互咱女性朋友会当要来借会当较好借啦尤其中西区图书馆是一间位伫咧古迹内底图书馆，不但装饰丰富，而且建筑装潢古今兼备，真有特色。馆方非常欢迎市民朋友踊跃来借册看册。各位女性朋友啊，在我们38妇女节能够来到我们全台网友誉为最美古迹图书馆的中西区图书馆那同时呢，因为阅读就是一种知识的力量我们希望女性朋友也能从我们多元阅读、多元类型的馆藏中呢图书馆浩瀚无穷的公共资源中，透过阅读来不管为家庭、为职场或者是为生活而努力奋斗。针对这次妇女节活动，中西区图书馆也特别规划越来越美丽 Women's Day 主题册展，参照是互人会心一笑的老公使用说明书、妈妈使用说明书、勾勒人心的时尚女王香奈儿、穿着 Prada 的恶魔、丹麦女孩、阮的青春梦等，热情邀请女性朋友来到中西区图书馆，享受美好的活动甲文化体验。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